Hello，大家好。嗱，咁我咧今日咧就係介紹一個咧，就係喺我嚟講咧，我就覺得佢係一個比較年青啲嘅男演員。嗱，咁佢咧就係劉俊謙，咁咧就係1988年9月26日出世嘅，咁咧就係今年38歲啦，咁啊俏龍人，咁亦都係天秤座嘅。咁嗱，咁講少少啦，咁佢咧就係2012年咧就係演藝學院畢業噶啦。咁就之後咧就做一啲模特兒兼職嘅模特兒啦。咁佢喺2016年咧就係拍攝一啲舞台劇嘅，咁啊同阿子華一齊拍嘅，咁就有前度啦，即係呢一套舞台劇啦。咁跟住咧就開始備受關注啦，呢個年青嘅呢個年青人嘅係啦，劉俊謙。咁之後啦，咁就喺二零一六年咧就係進入咗ViuTV 啦，就拍攝一啲短劇嘅。咁17年都有拍一啲瑪嘉烈與大衛前度咁之後亦都拍過身後事務所假如我有限期呢啲等等嘅劇集㗎。咁好啦，去進入電影圈就係2020年啦。咁咧就係又進入電影圈咧，又拍過呢套幻愛啦。咁2021年啦，就有拍梅艷芳啦。咁2024年咧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等等嘅電影㗎。咁喺26年咧嘅5月1號咧，佢亦都會有一套新戲上映啦，就係寒戰㗎。嗱，咁喺我對佢咧個了解嚟睇咧，我就覺得佢真係一個年青嘅男演員係啦。咁佢出道咧只係短短10幾年左右，都算係比較年青一啲嘅年青人啦。咁好啦，我哋再睇睇啦，喺2026年丙午晚年咧，咁佢有啲咩嘢要注意咧？係啦。咁首先咧個核心嘅信息咧就係佢今年嘅能量咧就係會較為弱一啲嘅，係啦，會嗰個信息就會係被動啦，係啦，等待啦。佢有耐性嘅，係啦。有準備，但係咧就外圍嘅因素咧就未配合得到嘅，即係話如果喺俊謙裏面嚟講咧，佢今年嘅能量咧係會比較弱嘅，係啦。佢有準備嘅，係啦，佢會有等待一啲時機啦。但係可能即係咁講，或者係佢譬如想唔再想拍一啲打鬥嘅戲㗎啦，咁佢咧就會係想等待一啲喜劇或者一啲愛情嘅電影咁樣樣，但係咧就今年就可能未有適合佢嘅角色啦。咁所以咧就佢今年都係要較為等待一啲，係啦，要等下。咁但係唔緊要嘅，佢都可以去做下一啲嘅準備係啦，俾自己再做一啲更加多嘅準備啦。嗱，即係再講啦，如果一啲想揾工嘅人咁講，揾工嘅人，咁其實佢已經準備好晒㗎咯喎，係啦，已經係set 好晒自己嘅條件去見嗰份工或者係點樣樣，但係咧因為今年咧佢好啦，我哋再講下啦，精神層面嘅信息啦。咁咧開心、開朗同埋正面嘅嗱假設啦，老闆嘅角度啦，就會係今年咧係冇壓力啦、順境啦，同埋係輕鬆嘅，即係話佢今年嘅生意額係穩定啦，客源係穩定啦。咁如果佢喺做生意嗰方面咧，全部都係比較穩定啲嘅時候咧，即係佢唔需要有好特別嘅破財嗰啲問題出現嘅。咁再講啦，如果喺子瑜咧，佢今年嘅核心嗰個精神層面嘅信息裏邊嚟睇咧，佢今年咧個內心咧都係非常之正面㗎。假設咧就係話，如果佢接到一啲劇本啦，係譬如戲份少，或者係一啲有挑戰性嘅角色咧，佢都已經係冇問題嘅。佢係個內心係正面，同埋佢覺得都好滿足㗎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精神層面嘅。咁我哋再講啦，咁工作嘅信息咧就會係融洽啦，啊，同時係有互動啦、信任啦，同埋穩定㗎。嗱，即係假設係學生啦，我計一個學生啦。咁學生裏邊咧，佢係得到老師
同學啊嘅信任啦，咁同埋同學之間咧就好似一家人咁樣樣，有溫暖同埋有安全感嘅。咁女性嘅學者咧，亦都係佢嘅女貴人嚟㗎。咁如果好似子瑜咁樣樣咧，就會喺片場啦，咁佢工作個地方啦咁就會係打成一片，係啦，開心嘅，同埋亦都會得到其他嘅同事咧去幫助佢嘅喎。咁所以佢會喺公司裏邊咧，譬如拍戲嗰陣時咧，都會特別開心啲㗎。咁再講啦，財運嘅信息啦。咁財運嘅信息咧，就今年咧佢係會有競爭性啦，亦都有積極嘅同埋進取嘅。咁老闆咧就梗係想揾多啲啦。咁所以咧佢如果喺老闆嘅角度裏邊嚟睇咧，咁佢就要自己謹慎啲啦，係啦。再講啦，咁如果喺子瑜嗰方面咧，就要係佢要謹慎啦，投資亦都係要謹慎。嗱，因為咧點解咧？咁喺財運嗰方面咧，佢會係揾多咗啦，或者拍佢多咗啦，片頭多咗啦。咁當然係想去投資更加多方面嘅發展啦。咁所以咧，佢喺投資嗰方面咧都要比較係小心一啲噶啦。嗱，咁今年咧子瑜咧佢嗰個有利嘅生肖咧就係超馬人。咁佢貴人咧就係女貴人，係啦，咁佢可以自己多加留意嘅。咁再講啦，咁我做過即係咁多個嘅歌星或者演員啦，咁我覺得咧廖子妤咧，佢今年咧喺2026年嗰個流年咧其實係相當之靚，喺我自己嚟睇，係啦，咁個人啦，起碼有計劃先啦，咁精神層面咧，咁佢又開心又開朗喎。咁喺工作嘅信息裏邊咧，佢又可以有同事嘅互動啦，有同事嘅信任佢啦。咁所以咧，佢今年咧要好好咁樣去珍惜啦呢一年。咁希望佢繼續努力。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先，多謝。